没想到美军在珍珠港被击沉的军舰，竟会在9年后凭空出现在8000公里外菲律宾的原始森林。难道是这个庞然废铁穿越了吗？气象学家三浦惠子与生物学家兰达博士意外发现了它，于是他们想都没想就进入查看。很明显，兰达对军舰的内部非常熟悉，并且还找到印有他名字的破旧行李箱。惠子觉得自己似乎掉进了阴谋之中。要知道，正是因为对方人畜无害的长相，他才破例同意兰达的半路加入，因此气走了军方派来保护他的肖恩中尉。如今这种情况，他也只能自求多福。然而驾车离开的肖恩也发现了异常，探测仪上辐射数值爆表，紧接着天空出现了类似极光的彩色轨迹。意识到危险，肖恩加快了前行的脚步。其实兰达之所以会非常熟悉这里，是因为他曾在劳顿号上服役过，当时军舰被不明物撞沉。9年来，他一直想证明巨物存在的真相。走进船舱深处，看到大量被粘液包裹的尸体，他们都是兰达曾经的战友。When did you say this ship sank? 9 years ago. 要命的是，这些粘液还比较新鲜，想必意味着什么，不用我多说。两人马上开始原路返回，可退路竟布满了更新鲜的粘液。正当两人不知还能不能活着出去时，船舱受到外力拍打，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变形。等他们反应过来，一只大爪子就挠破了厚厚的铁板，胡乱划拉。兰达也被撞断的钢架死死压住，眼看他就要与其他战友团聚。肖恩突然返回来救援，趁怪物还没有摸到他们的准确位置，合力将兰达从钢架下拉了出来，一口气带着大家跑出了军舰。但危机仍在继续。首先因重心不稳，军舰开始倾斜，三人恨不得用上博尔特的速度脱困，幸好在最后一刻有惊无险。随着一声咆哮，怪物也爆仓而出，这下他们才真正看到对方的强大。它便是离子龙，身体会散发出电离子辐射。之前肖恩看到的彩色轨迹，应该就是它散发出的辐射造成的。这也是几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巨物，眼下他们根本就顾不上自身的安危，对眼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到震撼和激动。不过离子龙只是宣示领地主权，并没有要伤害他们的意思。于是，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他们对泰坦巨兽展开了无限的探索，终于在2年后有了重大发现，也就是1954年。但为了考察能继续进行，他们将印度尼西亚发现的泰坦脚印展示在了帕克特将军的面前。 This is gonna give me nightmares. 可将军要求他们拿出更实质性的证据，其实这也是三人找军方求助的原因。倘若要想引出巨兽，就必须要用68公斤以上的铀元素做诱饵。要知道，仅1公斤铀原子核裂变，就相当于2700吨煤燃烧放出的能量，不过事关人类的未来。将军愿意去向总统汇报特批，自此专门研究巨兽的帝王组织诞生。但有军方的介入，必定走向暴力的路线。同年的比基尼环礁岛上，帕克特将军协同多位将官在沙滩上观摩，而肖恩三人拿着摄像机最后登场。他们还幻想着巨兽的照片会刊登到哪个杂志的封面，结果说好的68公斤铀元素竟被换成了比原子弹威力还大的氢弹，这是要和巨兽开干了吗？原本三人的初心只是学术研究，并不想引发对抗战争，可是到如今谁又能左右国家的决定？现在也只能祈祷巨兽不要出现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始终没有动静，将军也开始变得急躁。就在他不知该如何向上面交代时，远处海面突然出现一座小山丘，并以每小时70迈的速度向氢弹驶来。没想到哥斯拉会以这种方式与美国人初次见面。此刻岸边的军官还不知死活，纷纷拿出望远镜观看。倒计时开始，惠子试图去阻止氢弹的爆炸，却被肖恩死死抱住。毕竟他冲上去也只不过是无谓的牺牲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军官们欢呼雀跃，感叹国家的强大，认为哥斯拉会因此领了盒饭。任凭谁也不会想到，数年后他们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而买单。不过经历了这次以后，他们也相信地球上存在着庞大未知生物，便命令肖尔探索出其他泰坦巨兽的踪迹。帕克特将军也想体验一下刷怪升级的快感，但这种作风恰好与惠子最初的科研理念背道而驰。为了美军能出资支持帝王计划，惠子也只能学会隐忍。很快，惠子带着兰达回到自己的家乡，日本最南端的波照间岛，又被称为怪兽之岛。其实小岛的面积仅有12.4平方公里。当地的铃木博士发明出了伽马辐射模拟器，它可以吸引有效距离的泰坦巨兽，而这个仪器便是2019年哥斯拉2中声波模拟器的前身。可小尔的不请自来却令惠子非常反感，因为上次美军的做法令惠子对他军人的身份心生忌惮。其实肖尔并非是来监视惠子，而是这段时间的出生入死，让肖尔逐渐喜欢上了这个亚裔女人。就在这时，海面上出现异常，被吸引来的泰坦巨兽发现自己被骗了，正在愤怒地将模拟器丢回陆地。
众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哥斯拉居然真的没有死。与上次一样，哥斯拉并没有向人类下口。肖尔准备将哥斯拉没死的消息汇报给军方，结果遭到惠子的极力否决。但他们刚回到帝王组织就发现了不对劲，大量新兵蛋子在向外搬他们的资料。原来肖尔指挥官的职务被其他人顶替了。面对空降的上司，肖尔并没有泄露哥斯拉的消息，甚至在上司羞辱惠子亚裔身份时，他更是选择了默不作声。最终还是兰达听不下去，狠狠教训了欠揍的上司。想必兰达也喜欢极具魅力的惠子吧。不过因此上司也给他们穿了小鞋，利用浪费国家资源为由要解散帝王组织。为了保住帝王计划夺回掌控权，肖尔让惠子和兰达将最近几年来发现的巨兽位置整理标注到地图上，而这份文件将成为帝王组织将来的终极遗产。可肖尔将资料交给将军的同时，还是说出了哥斯拉没死的消息。虽然事先曾答应过惠子不讲出来，因为只有让军方对巨兽产生恐惧，才能衬托出帝王计划存在的意义。What did you say? It was sighted during the operation at Hatteram Island, sir. This is confirmed? Sighted by me, sir. 然而兰达在整理文件时，看到蚂蚁穿过地图破损的孔洞，爬到了地图的另一面，竟让他推测出了震惊全世界的理论：地球的内部很有可能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，又被称之为地心世界。甚至地心世界要远比地上还要广阔。之所以那些泰坦巨兽会神出鬼没，是因为他们平时就生活在地下。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将消息告知了惠子，但他丝毫没注意到惠子目光躲闪，根本就没在听他说的是什么，一个劲地想支开他。这时小男孩被吵醒走了出来，张嘴就叫惠子妈妈。这么多年，没人知道他还有个这么大的儿子。御姐的人设彻底崩塌，兰达明显表现出了失落。1955年，帝王组织唯一的3人前往了苏联的加盟国之一哈萨克斯坦，原因是这个区域的核辐射严重超标。Get the gear. 由于是丛林，只能徒步前行，越接近中心辐射的指数就越高，强大的心理压力足以让他们窒息。可当他们真正赶到废弃工厂时，这里的辐射又诡异的降为0了。难道中心的辐射都被大 boss 给消化了吗？为了更快的找出答案，肖尔想出一个作死的馊主意，那就是在厂区安放大量炸药，引爆后通过声波探查地形。 Fire in the hole. 哪里有空枪，哪里就会有他们想要的东西。你还别说，探测仪上果然有了重大发现，但由于空枪面积太大，爆炸与空枪内部产生共鸣，将震动放大，导致地面和房屋开始崩裂坍塌。幸好只是短暂的，所以他们才没有领盒饭。不过正因为如此，让他们看到了头皮发麻的一幕，怪不得辐射为0。原来这里被泰坦巨兽当成了孵化室，大量胚胎至少有几百枚。出于科研探索，惠子要下去取样，却遭到肖尔的极力反对。孵化室在这里，母虫必定就在附近，可惠子执意要去，没办法，身为军人的肖尔愿意陪他下去。下去后，惠子才看清幼虫的样子，但肖尔却不小心踩踏了地面，下面似乎通往地下核心。眼下他们没工夫多想，必须立刻返回。就在这时，虫卵出现异动，无数虫子像接受到了某种信号，在同一时间破茧而出，向他们袭来。而他俩只能拼命地向上爬，可还是有一只虫子抓住了惠子的小腿，幸好兰达在上面拉住了绳子，肖尔也掏枪射击。但虫子有非常好的团队精神，他们用叠罗汉的方式吸附在惠子身上，逐渐兰达无法支撑，双手开始打滑，最终肖尔也没能救下惠子。因为自责肖尔精神失常，住进了精神病院。兰达先是将大志送回了日本，然后用尽毕生时间都在研究泰坦巨兽和地心世界。最终他在1973年进入骷髅岛，不幸丧命。不过在他死前，将记载帝王计划的所有资料丢入了大海。一晃时间来到2013年，日本的渔船在打捞时将公文包捞起。同年，哥斯拉也出现在大众视野中，与穆托在旧金山展开了大战。大战刚结束，城市一片废墟。父亲与凯特简单交代了几句就离开了，之后便了无音讯。抱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态度，凯特竟独自一人来到日本寻找父亲。而现在的日本已经大不如前，他们害怕哥斯拉怀旧，回家乡探亲。城市到处都挖好了防空洞，布置了飞弹。更让凯特想不到的是，根据母亲提供的地址进屋后，第一眼他便看到父亲去世的遗像。原来父亲在日本还有另一个妻子和儿子，甚至健太郎和自己差不多大。虽然凯特的年龄要比对方大几岁，可通过对方拿出的照片得知，反倒是凯特的母亲才是那个小三儿。此刻凯特瞬间破防，意识到是自己的出现打扰了别人的生活，他便尴尬的离开。刚走上大街，警报突然响起，人们都纷纷朝着一个方向狂奔，恰好健太郎母子也在人群之中。Early warning system. Warning for what? 给我起来。
他们拉起凯特躲进抵御巨兽的防空洞。其实警报是个假象，只不过是为了让人们精神恐慌，奸商们才好趁机大捞一笔。但不知情的凯特竟瞬间被带入，他回想起旧金山大战中的痛苦经历。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，亲眼目睹无辜的学生丧命竟无能为力，而这也注定会成为他终生无法走出的阴影。演习结束，凯特准备回到母亲身边，却被健太郎叫住。他相信父亲只是失踪，并没有死。为了找出线索，姐弟俩赶到父亲的工作室。其实在这段时间，健太郎不止一次来过，但始终是一无所获。凯特抚摸地图，发现了不对劲，地图的后面竟还隐藏着保险箱。看到这里，爱藏钱的小伙伴是否已经开始环顾四周了？凯特用自己的出生日期为密码，希望能证明自己的母亲不是小三儿，可惜他高估了自己。最后他与健太郎的生日合在一起，才打开了保险柜，而里面只有一个满是鱼腥味的公文包。其实这就是兰达博士死前留下的呢，但凯特却认识上面的标志。当时大战刚刚结束，一群身穿这样制服的人赶来，但他们只为收集数据，却对需要求助的人类视而不见。虽然他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身份，不过必定与父亲的失踪有着密切的关联。为了解开录像带中的信息，健太郎去求助擅长黑客的好友小梅。在小梅的一番神操作之下，很快就看到了录像带所记录的东西，里面都是没被世人见过的史前巨兽以及他们的相关信息。在众多图片中，凯特竟看到了自己的奶奶三浦惠子，她正站在哥斯拉留下的脚印中心微笑。凯特非常疑惑，难道奶奶也是神秘组织的人？但很快他就会知道，奶奶就是帝王计划的创始人之一。他们看资料的同时，帝王组织也接收到笔记被开启的事实，于是马上汇报给了副总拉姆，但他并没有上报这一消息，并警告秘书要为此守口如瓶。随后他安排可靠的亲信与他前往东京，想必拉姆也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身份吧。他们劫持了凯特，拉姆无心伤人，只希望能哄骗出笔记的下落，毕竟那东西只会给他们带来灾祸。由于特定环境促使凯特陷入旧金山大战的恐惧之中，当人过于恐惧，情绪就会失控，导致车内的人对局面无法控制。之后，凯特率先清醒，逃离现场后，他第一时间去找了小梅，想确定笔记有没有被抢走。临近门口，他就看到帝王组织在翻找东西。此时，小梅将他拉到一边，因为笔记的内容惊人，小梅早就猜到会带来麻烦。1个小时前，他就让健太郎拿走了笔记。不过，很快拉姆就找到了健太郎。如今他已经失去耐心，他用强硬的态度逼迫健太郎母子交出笔记。拉姆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健太郎的母亲情绪平和，示意让儿子交出他们想要的东西，无形中将一张照片交给了。明白一切的健太郎承诺说马上去拿，而母亲特意用蹩脚的英语拖住他们。当拉姆看到遗像，知道健太郎是秦泽教授的儿子后，便不淡定了，马上开始追捕。可此时健太郎早就带着笔记跑远了，而照片上的人正是帝王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肖尔中尉。但如今的肖尔是个连修剪盆栽都需要用放大镜的老人，虽然素未谋面，他还是答应帮凯特找到父亲，毕竟从三浦惠子那里秦泽教授还是自己的外甥呢。不过小梅竟发现树上隐藏着微型摄像头，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养老院。此时肖尔也摊牌，亮出脚上的定位器。其实多年来他一直被帝王组织囚禁。紧接着他弄掉了脚上的定位器，丢进河里。这就意味着从这一刻开始，他们只有60秒的平静。肖尔似乎早有准备，他能准确找到园区摄像头的视角盲区，最后在被发现的同时逃进一辆50荣光。而他却意识到一个新的问题。Okay, where's the key go? Oh my god.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drove? Hey, if it floats, flies, or runs on 4 wheels, Okay, foot on the pedal, press the button. Button? Yes! Hooah! 果真是人才只能拼命工作，而天才却能轻松突破。肖尔觉得开车比开飞机简单多了，即便前路行不通，他也能另辟蹊径寻找新的路线。然而小梅却非常怀疑肖尔的真正目的，明明早就可以摆脱组织的控制，却被关了这么多年。另外，肖尔起码有90多岁，为什么看上去还是这么年轻？这些疑问在之后的剧情里都会揭晓。由于要躲避帝王组织的追踪，他们只能乘坐货船前往南韩的浦项市，取回藏在那里的古董飞机，随后赶往秦泽教授的失踪地点——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巴罗村。同时，这也是因纽特普金人的居住点。但飞机遇上了强气流，最后只能被迫选择用脸部找。幸好大家和飞机都有惊无险。健太郎在降落点附近发现父亲的飞机残骸，
死去的飞行员并不是他们的父亲，而旁边的帐篷里找到父亲生活过的痕迹，很有可能他们的父亲并没有死。这时驾驶员竟发现断裂的机身上有巨大生物留下的抓痕，想必怪物就在这附近不远。飞行员一边呼喊着同伴撤离，一边朝着飞机狂奔，不管其他人来不来得及上飞机，他先做好起飞的准备。眼看其他人临近，意外却发生了，从来未出现过的冰原泰坦登场，他直接一爪子打断了要起飞的机翼，紧接着将飞机强制叫停。冰原泰坦只生活在雪山之中，能喷出超越干冰的大量冷气，可以瞬间将周围的一切冻成冰雕，自然也包括企图逃走的飞行员。由于飞机还保有热量，便像玩具一样被冰原肆意摆弄。看到被甩出来的飞行员，其余几人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玩够了，冰原开始向他们逼近，大家也开始落荒而逃。只有剑次郎捡起地上的信号枪击发，信号源产生的热量吸引了冰原的注意力。借助这个时间差，他们躲进了地下冰缝。看着巨兽在上空反复盘旋，大家都屏住呼吸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，生怕一不小心丢了小命。此刻冰面开裂，小梅掉进冰水里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他也强忍着没有发出任何声响，直到冰原失去耐心远去才松了一口气。可谁也不确定冰原是否学过孙子兵法。要知道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下，衣服一旦湿透，一只脚就等于踏入了鬼门关。 Once the sun goes down, the temperature's gonna drop by the minute. He's got no food, no shelter, no duho. Where the hell are we going? 肖尔根据40多年前的记忆，记得不远处有个荒废的建筑物。与此同时，美国西部的犹他州，金发女人在房车上疯狂找寻着什么东西，原来是一台老旧的伽马探测仪在不停闪烁。他立刻把这一现象上报给了帝王总部。其实他是帝王组织的47号前哨观察员。这段伽马射线的赫兹频率，恰好与之前哥斯拉袭击旧金山的频率一样。难道历史的悲剧又要重演了吗？现在的人类有能力抵抗哥总的到来吗？反观肖尔他们，天都快黑了也没有找到庇护所。此时健太郎说出在飞机降落时，他曾看到过那个建筑物，但不在这边。他们方向走反了，不过没人肯相信他，因为现实不允许他们出现半点错误。即使没人跟随，健太郎依旧坚持自己的选择。No, we can't just let him leave. He's made his choice, kid. Let's go. 就这样，四人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行。可健太郎孤身一人，外加雪山的夜里更加糟糕，很快他就无力支撑昏厥，而另一边也没好哪去。由于他们辨别不清方向，已经围绕起点走了好几圈了，眼看小梅就要被冻死，他们只好回到飞机旁点起篝火。突然地面发出剧烈震动，其实冰原也一直围绕在这附近，他似乎在这里守卫着什么。此刻他们才真正意识到，冰原是以热量为食的生物，没有热量，人类只有死路一条。而越来越近的直升机声音再次给了他们希望。于是肖尔将飞机上的燃油有规则的喷洒，准备为飞机的停留争取时间。但飞机发动机的热量吸引了冰原，忌惮它的威慑，飞机也不能着陆。见计划被打乱，肖尔只能冒险咬住防火布，提前点燃气。结果他也差点被炸成渣渣硝，爆炸的火光成功将冰原吸引回来。不过就这点热量，可拖延不了多长时间，必须趁冰原无暇顾及前登上直升机，否则是必死无疑。幸好最后一刻他们都登上了直升机。原来健太郎不仅没有死，还找到了他所说的那个庇护所，并利用设备发出了求救信号。而且在庇护所里，他看到了父亲曾生活过的痕迹。就在飞机离开这片区域时，肖尔知道冰原之所以会守护在这里，是因为眼前这个绚丽多彩的洞，其实这就是通往地下世界的入口，证明兰达博士当年的设想是对的。等直升机降落后，竟发现帝王组织的人早已等候他们多时。如今几人也不知是喜还是忧，组织中的高层想不明白，多年的装傻充愣，如今的反常举动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更想知道的是，兰达留下的帝王笔记中都记载了什么？是不是有彻底消灭泰坦巨兽的办法？这些年来，肖尔对权力早就看淡，对他们攀权附势的做法感到不耻，也不对组织抱有什么希望。Monarch is wrong for a long, long time. 于是组织先审问了凯特与健太郎姐弟俩，结果没问出半点有用的信息。其实他们是为了找到父亲才被卷进来的，肖尔的计划他们压根就不知道。随后组织将小梅看作了突破口，利用他见不得光的黑客身份为要挟，希望他能交出帝王笔记的备份，但换来的却是冷漠和鄙视。没办法，杜瓦尔只能放下联系方式离开。为了达到目的，高层便想放长线钓大鱼，他们主动释放了年轻的3人，却没放出仍有价值的肖尔。临别前，拉姆这个老狐狸特意摆出大家长的姿态，奉劝他们千万不要自不量力的盲目执着，说年轻人不该好奇心太重，可好奇心不重那还算是年轻人吗？ You're learning.
他们自认为摆脱帝王组织的控制，便继续踏上了全球的寻爹之旅。之前在东京，在父亲的工作室发现了帝王笔记，眼下他们又打起旧金山工作室的主意。不过这里的地图后面可没有保险柜。之后他们找到了一张卫星自转的轨道图，虽然不知道这一条正弦波是什么意思，但凯特凭借着女人的直觉，觉得这跟父亲的失踪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对照兰达博士留下的帝王笔记，健太郎似乎有了新的想法，他先将帝王笔记中怪兽出现的坐标拓印到白纸上，随后把白纸贴到玻璃上。清晨的阳光穿过白纸，将坐标投射到地图上，稍作调整后，光点刚好与正弦波重合。按照轨道的自转顺序，第一站是旧金山，哥斯拉已经出现过；第二站是阿拉斯加，而他们刚在那里遇到了泰坦巨兽；第三站便是还未出现过怪兽的非洲。也就是说，多年来父亲一直在追赶泰坦的足迹。于是他们马上便要前去寻爹。此时小梅随便找了个理由躲到角落，将秦泽教授在非洲的线索透露给了帝王组织的杜瓦尔。然而杜瓦尔并没有把信息通知高层，反倒是在押送肖尔的过程中，谎称例行检查上了车，利用打电话为掩护，用法语暗示肖尔接下来的行动计划，让他倒数6个数之后卧倒。之所以他会临阵倒戈，全是因为2014年妹妹的悲剧。由于日本释放核废水破坏了自然环境，导致哥斯拉与穆托在夏威夷展开了大战。人类为了阻止核电站的泄漏，不得不关上大门。最后妹妹桑德拉惨死。虽然帝王组织把肖尔视为疯子，但杜瓦尔不想历史的悲剧重演，愿意相信他的理论是对的。很快他们就与凯特在阿尔及利亚会合，而且肖尔现在还组建了自己的小队。可小梅看到杜瓦尔却感到蒙圈，不知以后该去向谁告密。与此同时，帝王组织的高层迟迟不见大鱼上钩，便也赶到了秦泽教授的工作室。即使没有卫星轨迹图和那张白纸，拉姆通过墙上被小红旗多次扎过的痕迹，依然还原出地图的大概样子，从而也得到了凯特他们的去向。为了证明自己有当侦探的天赋，他迫不及待的就要赶到非洲验证。反观凯特和健太郎他们，真的找到了自己的父亲秦泽教授，而秦泽的车上拉着一台奇怪的仪器，看外形很像铃木博士在1954年发明的伽马辐射模拟器。要知道那次可是引出了哥斯拉。凯特与健太郎只顾着喜悦，丝毫没有注意到父亲是在警示他们危险。只有肖尔领会了秦泽的意思，呼喊大家火速撤离。同时秦泽教授也马上开车离开，可惜早已为时已晚，整个山体开始剧烈抖动，地面也裂开一道道口。原来他们眼中的山峰其实是哥斯拉身上的背鳍，瞬间他们吓得汗毛直立，自己竟站在巨兽的身上，也难怪人家会发这么大的火。随着哥斯拉的逐渐站起，肖尔他们可就遭了殃，高速穿梭，翻转俯冲。要说最惨的还是平息以后，他们本以为灯下黑，巨兽不一定能看到渺小的人类，哪曾想他们就像是被施了魔法，坠落点恰好不偏不倚地掉在哥斯拉的眼前。这时拉姆好不容易追来，他本以为能抓到肖尔回帝王组织邀功，可惜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不但没抓到人，还搭上了一个特种兵小队。虽然不知道哥斯拉为什么会躲在这里，不过他的起床气还是挺威武的，他并没有准备伤害吵醒他的人，恶狠狠地看了看肖尔他们，转身给了人类一个下不为例的警告，随后一步三颤地离开了。这更坚定了哥斯拉是和平使者的可能，于是肖尔便要一条道走到黑，继续追寻。如今凯特他们见识到哥斯拉的可怕，另外也知道自己的父亲没死，现在他们就想退出回家。肖尔也觉得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。分开后，小梅再三犹豫，总想把通风报信的事以及他身上的一些秘密说出来，但还没等他开口，就被闯进洗手间的神秘人劫走了。 I've never been kidnapped before, so how does this work? 很快，凯特在洗手间发现了小梅的护照，开始满机场的找人。这时，拉姆像个逃荒的流民出现在机场。原来小队全军覆没，唯独他活了下来。凯特的第一反应认为是他劫走了小梅，拉姆没心思搭理他，冲向服务台一个劲儿的灌水。为了证明小梅的失踪跟帝王组织无关，他特意给组织取得联系，汇报了他的情况。 What happened? Godzilla happened. Actually, he was here. 通过这次的亲眼所见，他不再认为肖尔和秦泽教授的设想是疯话。拉姆愿意帮他们找到小梅，但前提条件是要帮他查出肖尔的最终目的。很快就查出小梅被劫走的真相，她是被顶点神经网络公司接走的，而这家公司就是之后研究出机械哥斯拉的那家公司。小梅曾经是这家公司的员工，无意间她发现公司在拿动物做非法研究，所以才跑到东京改名叫小梅。如今顶点想研究出控制哥斯拉的神经驱动系统，而用小梅这个小透明做卧底在核
适不过了。可他没想到帝王组织会出面，没办法，顶点也只好放人。与此同时，肖尔在和他们分别后，带着大量的弹药再次来到阿拉斯加。可这次他不是冲着泰坦冰原来的，他是想利用这些炸药封住之前看到的那个通往地心的洞口。但第一枚导弹刚被引爆，爆炸声就引出泰坦冰原。看到有人破坏洞口，冰原直接向他们袭来。想必他的使命就是守护这个洞口。不过这次肖尔是早有准备，根本就不会像上次那般狼狈。随着强烈的爆炸过后，雪山四周也产生奇特的变化。当恢复平静后，一切都像肖尔预期的那样，这里的伽马射线降为0。可此地恢复正常的同时，其他好几个洞口的辐射却大幅度提升。帝王组织误认为是戈总又要重出江湖了。为了阻止肖尔的疯狂，高层想让凯特他们帮忙找出肖尔的下一站目的地。在帝王组织的档案，凯特发现了一份肖尔年轻时提交的报告，上面明确指出三浦惠子遇险的时间和地点，以及一系列有关地心世界的初步设想。而报告至今都未得到批准，想必肖尔是去了哈萨克斯坦的废弃工厂。于是这群人便立刻前往。在这里，他们看到未知生物退下来的躯壳，看来这东西的习性与蛇很像。当年就是这东西害死了三浦惠子。既然它能像蛇一样蜕变，它现在指定不会是当年那个个头了。想到这里，大家的心更加忐忑。在中心区域果真有着同样通往地心的洞，只不过这个洞却没有五颜六色的光。洞口附近摆放着大量的炸弹，看来他们是找对地方了。不过在这一刻，他们也被肖尔的人控制住。紧接着肖尔说，封住通道是为切断地心世界与地面的联系，因为地心世界里居住着更多更可怕的巨兽，这也是三浦惠子死前的最后遗愿。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肖尔按下了引爆倒计时。此刻大家也顾不上谁对谁错，全都急促地向外跑。关键时刻，洞口出现一只巨兽，正是当年那批存活下来的幼崽。现在他可不小了，将肖尔、凯特还有小梅一同抓走。紧接着炸药引爆，洞口也被彻底封住。等他们再次醒来，竟真的来到了地心世界。而肖尔对这里并不陌生，其实在很多年前他就来过这里，这也是为什么他90多岁还不老的原因。20 years ago, Uncle Lee. 1962年，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州，人类首次发现了通往地心世界的洞穴，并有科学家推断，那里就是哥斯拉以及其他泰坦巨兽的老家，甚至里面的空间要远比外界更加宽广。军方第一时间采取行动，准备利用伽马模拟装置进行探索。这次行动又被称之为沙漏计划，而负责带队的就是肖尔中尉。随着一切准备就绪，意外却发生了，探索舱被一股未知力量吸入洞穴，所有接收设备在同一时间短路变形，洞口附近的钢体也逐渐变得扭曲。通过仪器，兰达博士看到了离子炉。紧接着，在未知力量的驱使下，地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动荡，如恶魔般摧毁着周围的一切。人们在惊恐中奔跑躲避，混乱与恐惧充斥着现场的每个角落。原本将军还指望该行动能够加官进爵，没想到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恢复平静后，现场凌乱不堪，通往地心世界的洞穴消失不见。帕克特将军颜面扫地，再也没能力资助帝王组织，就此沙漏计划彻底被雪藏。1982年，也就是沙漏计划的20年后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肖尔竟凭空出现在基地，谁也不知道他这20年都经历了什么。神奇的是，他竟没有被岁月侵蚀，还是当初遇难失踪前的样子。清醒后，他挟持了送饭的护士，要求马上见到兰达博士。可在场的人根本就没人知道兰达是谁。僵持不下时，神秘男人告诉肖尔，如今并不是1962年，而是20年后的1982年。比尔·兰达早在9年前死在了骷髅岛。见肖尔表情质疑，秦泽教授拿出了一个金色的水果刀。肖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正是他送给三浦惠子儿子的那把小刀。现在他不仅长大成人，甚至继承了母亲的意志，也加入了帝王组织。秦泽教授急切地想知道地心世界的情况。据肖尔讲述，另一世界仿佛是蛮荒之地，由于地上地下重力场差距太大，会出现头晕目眩的感觉，想尽一切办法与地面联系，都是无济于事。此时他们又遭到李子龙的袭击，作为小队的指挥官，当即下达了撤退命令。肖尔扪心自问，没做过亏心事，可依旧有强大的雷电向他们劈来。磁场感应到泰坦巨兽靠近，便打开了传送门。随后他与李子龙都被吸了进去，等再次醒来便回到了地面。也正是因为这份重力场，造就了地心1天外界1年的时间换算原则，这也是肖尔没有变老的原因。听起来像不像我国的神话？此后帝王组织再也没提起过沙漏计划，但肖尔始终坚信三浦惠子没有死，迟早要把他从地心世界里救出来。事隔33年，肖尔终于又踏入了地心世界。因为传送带没有完全关闭，所以附近的区域将会被雷电围绕。幸好肖尔早有经验。Come on. You gotta avoid the lights. No, this way, this way. Come on. Come on, keep moving. This way.
他带着小梅很快脱离了危险。眼下他们必须马上与凯特会合，不过凯特却没有他们那么幸运。他在不知道身处何地时，就被一只臭气熏天的荆棘野猪给盯上了。虽然他是泰坦中体型较小的，但对于人来说，那窒息的压迫感依旧拉满。危机时刻，一枚弓箭射中荆棘野猪，顿时给他腾出了猪叫。赶来救凯特的人正是他的奶奶三浦惠子。56年过去了，他竟一点没老。如果世间真有这样的地方，那些化妆品店和整形医院早就该关门了。前行的过程中，意外与小梅相遇，肖尔也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三浦惠子。看到对方的那一刻，惠子难以接受现实。All the gravitational distortion, some warping of space-time. 要知道他的内心还停留在1965年，此刻凯特才说出是他孙女的身份，并且提到了他的儿子秦泽教授，以免老人家想不开。回到惠子的住所，肖尔惊喜地看到当初的伽马模拟器，于是他便有了回去的办法。惠子修改过模拟器的程序，如今他可以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。与此同时，帝王组织在众多伽马辐射的频率中发现了肖尔他们发出的求救信号，但组织的高层却想视而不见，原因是开启传送很有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巨兽入侵，他怕为救3条人命搭上全球80亿人口。反观肖尔他们正抬着模拟器赶往来时的入口，途中惠子说出一个震惊大家的消息。 It's a place between places. I call it Axis Mundi. 其实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地心世界，只不过是通向地心世界的另一维度。说着说着，肖尔就看到当年的探索舱。由于时间差的原因，如今设备跟新的没什么两样。眼下他们只需接通两者之间链接，利用伽马模拟器引来巨兽，打开传送门，就可以坐等回家的航班了。可现实就是那么的现实，没想到他们引来的竟是老人家李子龙。还没等传送门开启，李子龙的撞击就扯掉了探索舱的电源线。肖尔没有丝毫犹豫，趁巨兽飞行的间隙果断跳出去接电源，但由于风力的原因，两者之间已经偏移了位置。不过就在此刻，李子龙也露出了惊恐的神色。原来是泰坦之王哥总回来巡视，他一眼就看出了人类的意图，马上心领神会，怒斥李子龙的作死行为。李子龙凭借自己有一双翅膀还不服吗？上来就是一口8万人的老痰，哥斯拉根本就没怕，扯着腿就给他按在了地上，反手回礼了一波满格的原子整形。然后扯着他的翅膀扔进了磁场，紧接着传送门即将开启。可问题是现在肖尔还在外面呢，探索舱悬浮在半空，惠子紧抓肖尔的手不放。这画面让我想起了铁达尼号，强大犀利的撕扯下，肖尔选择牺牲自己保全大家。我个人觉得肖尔是想等惠子出去变老后再相聚，这样两人的年纪就差不多了，那样他俩就能一起老去了。返回地面，他们竟被全副武装的人包围，因为帝王组织高层的不作为，没办法，拉姆去求助了顶点科技公司，也就是之后制造出机械哥斯拉的那家公司。现在已经是2017年了，就是金刚大战哥斯拉的那一年，结尾时金刚的出现，想必就是下一季的主要故事线了。